喂，Hello Max。Hello Jerry 你好。聽講最近多倫多減免咗 HST 喎，其實啲 details 係點樣嘅？係啊，咁其實喺萬歲之國加拿大嚟講咧，減免 HST 呢樣嘢咧真係史無前例嘅。咁我俾個例子大家，咁其實咧佢喺100萬嘅樓價之下咧，咁佢最高嘅寬免咧就係13%啦。咁100萬至150萬嘅話咧就會係13萬嘅。咁150萬 and up 嘅咧就會係24,000蚊加紙嘅。佢嘅實施日期咧就會係2026年嘅4月1號啦，至到2027年嘅3月31號嘅。同埋今次唔係淨係自用買家受惠嘅喎，係咪？係啊，除咗自用買家之外咧，你放租1年或者以上咧，咁啲物業咧喺2028年12月31號之前動工，咁唔遲過2031年12月31號去交樓嘅話咧，都可以享免到呢個福利嘅。咁今次應該都好多準買家會受惠啦，應該都會可以推動到個樓市啊。係啊，非常之大嘅一個優惠嚟㗎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想了解多啲嘅話咧，歡迎隨時致電我哋啦，咁或者係留言俾我哋都可以嘅。